今日咧就係2026年嘅2月25號星期三嘅上晝咧就係11點05分，國內嘅時間而家係3點啦，3點鐘啦，凌晨嘅起咗床，琴晚食完宵夜咧。大概2點鐘瞓覺，瞓到今朝早呢，我就睇到呢個後邊啊，呢個窗啊，呢個窗當時呢，我係冚住嗰啲咁嘅窗簾布嘅，我睇出邊好光，大概嗰時候係8點鐘醒到，8點幾鐘，咁我睇到出邊呢，都係陽光燦爛噶啦，繼續瞓冷覺之後呢，瞓到10點鐘，打10點鐘啊。起床搞下衞生啊，將琴晚食嗰啲咁嘅碗筷啊，宵夜嗰啲碗筷出去洗一洗，刷牙洗面，啱咧。其實我呢先頭呢都係拍咗個錄像嘅，咁樣後嚟我翻到呢度就刪除咗，即係話唔刪除咗。咁啊，嗰度咧大概有成15分鐘嘅視頻啦，就係就係早上啊咁樣刷牙、洗面啊嗰啲咁嘅日常嘅記錄喺度。生活本身就係好平淡，好平淡嗰件嘢，都係早上啊咁樣洗下碗啊，晚上你唔洗，第二朝早醒咗你都要出去洗嘅，呢啲就係咁樣。老百姓嘅日常嘅生活，就算唔係老百姓，可能就算係嗰啲乜嘢達官貴人咯，咁佢唔使自己動手洗碗啦，但係都係有家人啊或者係工人幫佢收拾，都係咁樣上班啊落班啊，都係咁樣人就係咁，每一日。都係即係話都係補習班差唔多。咁呢個2月份呢，過年啦，年28洗邋遢，咁就搞衞生。年29嗰日，我知道呢都係呢個春節期嘅團圓飯。咁跟住年初1、年初2、年初3。咁今日係年初9啦。你睇9日時間，其實10幾日時間。2月份啊，2月份啊，咁而家係25號啦。仲有5日時間，我睇下今個月呢，2月份呢都係有30幾號㗎，應該30號我睇唔到個咩嘢，都有30號，即係仲有5日時間。今日呢個2月份結束啦，加上呢就係呢個咁嘅農曆新年啊，呢個假期亦係放完假咁滯㗎啦。陸陸續續上班啦，恢復翻正常。呢個春節期間嘅嗰啲咁嘅開心啊，過節啊，大家都係感受到㗎啦，亦係有目共睹啊，睇到嘅嗰個氣氛啊，都係馬年行大運，亦互相祝福啦。馬年行大運啊，身體健康啊，工作順利都係祝福呢樣嘢嘅。咁亦係好好生活啦，就係咁樣，帶住美好嘅呢個咁嘅一年農曆咁都係一馬當先啦，就係咁。而家好在好似我今年雖然話冇返到去啫，但係而家基本上呢喺呢度
都係咁樣每日都係有呢啲咁嘅拍錄像嘅，都唔陌生啦。點樣過嘅？雖然話一個人喺度啫，但係照常一齊感受，都係一齊感受呢個咁嘅節日氣氛。都係呢個乜所以亦係比較生動一下。拍啲視頻讓大家都係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即係對我個人嚟講咧係比較開心嘅事情，起碼冇話好陌生。我亦係有咁嘅一個動機喺度拍視頻好多年啦，講起嚟都係2016年都開始到而家，所以以往嚟講呢，就好少話分享到呢個咁嘅國內嘅網站。有呢都係好短嘅視頻，咁而家呢，我分享嘅通常都係比較長啲嘅，一個鐘頭，咁樣我比較細啲，就係咁。因為生活就係本身都係好平淡嘅一件事情，即係其實做咩都係好平淡，人生都好平淡嘅件事。無論你係各行各業，為乜嘢去做嘢，為乜嘢去奮鬥理想，呢啲都係一個好平淡嘅件事情，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啫。以前呢，我哋都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咁你睇到好多嗰個年代好多人出去以為是打拼比如話我三舅啦，我所睇到嘅我爸爸嗰啲同學啦，幫埋陽光嗰啲，嗰時候個年頭80年代咁樣嘢係好多嚟廣州啦。嗰時候嚟廣州呢，咁你要開證明嘅，又開嗰個咩證明你先可以喺廣州住宿嘅。嗰時候啲賓館你有錢你都住唔到嘅，嗰啲咩招待所嗰啲咁嘅賓館你住唔到，你都係一定係要喺當地寫張嘢出差去邊度等於係嗰個通行證咁上下。咁喺廣州咁嗰時候好多都係咩嘢？咁你甚至你係坐飛機，即係坐飛機你都係要嗰時候買機票，亦唔係話有銀紙都買到嘅，而係同樣要寫證明，即係好多嗰啲繁瑣嘢。有啲證明你仲要即係話都要有一定嘅嗰個購票渠道，你先買到機票。我記得85年嘅時候，咁當時我有個同事，因為當時我喺越秀賓館做嘢，有個同事佢以前喺嗰個民航機場嗰度做過嚟，可能由於佢犯咗啲乜嘢小錯誤，咁後嚟佢冇喺嗰個機場嗰度做。我喺機場做之後呢，佢就嚟咗越秀賓館做嘢。咁佢仲識得人噶嘛？佢仲喺嗰個機場度識得人。咁由於我幫佢同事關係咁當時有啲陽光嘅親戚嚟到廣州咁樣，佢要買機票，啱好佢又幫到手大家同時咁幫。咁曾經就機票一樣嘢，咁就買到啲機票。所以嗰年頭不過而家就唔同啦。而家你有錢你可以買到機票，嗰時候就唔係你有銀紙就買到機票，都要靠人際關係好多嘢。咁嗰年頭
好多嗰啲我形形色色嘅生意人都係我見，我細嗰時候我就係耳聞目睹好多各式各樣啊！我舅父係做採購啦，嗰啲咁嘅陽光小刀之類嗰啲嘢，嗰啲以往嗰啲我舅父我三舅嗰啲咁嘅，嗰時候喺陽光做嗰啲咁嘅五金嘅小刀具啊，嗰啲咁嘅嗰啲嘢，佢嗰啲可能屬於係嗰種合作社啊，或者係應該唔係叫合作社，而係屬於係嗰啲集體所有制嘅嗰啲咁嘅廠啊咁樣。後嚟改革開放之後，放開咗嗰個計劃經濟，咁樣就慢慢就衰落咗咯，即係話走下坡路啊！以前係統籌㗎嘛，以前係統籌嘅嘢，就係國家分配計劃經濟啊嘛，所以大家有飯食，所以你嗰啲咁嘅咩廠啊，都係由國家嚟統一嚟安排你嘅生產，有指標俾你生產咁多，所以嗰時候做工人嚟講就係鐵飯碗嚟㗎啦，無憂㗎啦，錢就唔多，但係環境比較穩定啲。嗰年頭後嚟經過改革，咁重新組合，咁好似我三舅嗰個廠就開始係危機啦，因為你要自己去營銷啦，你要自己去，唔係國家去幫你去處理呢樣嘢，係由你自己嘅廠你自己去咩嘢市場經濟咁樣。後嚟個廠解散咗啦，即係解散咗嗰時候百幾年嘅時候。咁我哋嗰時候我哋仲好細啫，同樣睇到好多人去打拼，為咗生活，就不過而家嘅年代嗰啲人一樣嘅啫嘛，而係為生計、為家庭創造美好嘅生活咁樣。但係隨著時間嘅流逝，咁樣幾十年過去咗，幾十年過去咗，咁嗰批人嚟講亦退居二線，有啲又走咗啦咁樣我以往陽光嗰啲喺我廣州見到嘅嗰啲好多都已經即係冇咗蹤影啦，所以一代一代咁樣所以有時即係喺呢度今日咁講下呢樣嘢呢，咁樣，所以係咪好多嗰啲咁嘅記憶之中嘅嘢咯？咁我哋嗰時候喺廣州個咩喺廣州，我哋最早期呢72年嗰時候呢嚟喺嗰個惠福路嗰邊住。惠福路住呢，後嚟係去到廣惠路。廣惠路嗰時候去廣惠路住係幾多年嗰時候？好似廣惠路係我哋78年78年嗰時候就去到廣惠路嗰邊住。廣惠路4樓2房1廳。咁嗰時候就10嚟歲未夠10歲，反正好多親戚啦咁樣，亦有我嘅四姨公咧，我四姨公嗰時候喺韶關嗰邊陽江陽江人，咁讀大學學嗰啲咁嘅叫做地質學國家有邊度需要就去邊度搞建設，咁去韶關，韶關嗰度個地方又好荒涼嘅，嗰啲都係李四光
嗰啲咁嘅工作，李四光啊，即係探測石油噶嘛，探測石油。咁啊，我記得嘅時候就返陽江過年啊，即係我四姨公啊，一家人一家人幾好啊，一家幾好啊，四姨公四姨婆，仲有阿葉、阿蘭、阿紅，仲有阿邊個仲有最大嗰個阿邊個現在我跟你說，加州他媽查英語查得非常瘋狂，現在是。我昨天我们王东给我打電話，是在15號那一塊，他們公司被查了2個。昨天阿杰在5號被查了，阿杰。對呀。我聽佢講啲咩？哎呀，現在我認為應該是非常非常緊。那你沒出呢？我就那天出去幫了個忙嘛。今天去夜一趟，我說最近這個情況，現在我看現在加州比別的地方，尤其查英語非常非常嚴。他這個英語還有個啥？王東跟我說是他查出了倆，一個是 solo， 國內開了10幾年，完了以後人家給他開了罰單以後，5天之內你得跑去那個 DMV 去測試你的英語。說 DMV 測試英語那就扯淡了，你知道肯定不行嘛。還有一個就是說是夫妻倆在那邊被查住了一個，查住完以後就說是那個讓去那個就說是也是要求5號，就說是5天內到 DMV 去。那 solo 那個呢，就說是那個直接跑那個就說是庫房跑壓了，就是跑那個倒櫃子去了，跑壓了。他應該是笨蛋查啊。就是笨蛋，這幾個都是笨蛋。包括阿杰都是笨蛋，那都是紅燈，你記住，這都是紅燈。然後就是不知道 DMV 問的是什麼問題啊？呀，我昨天看那個西來張公子那個說來，他說人家問你，讓你解釋一下，說咱連回答都不太行，還讓你解釋這個事情，那更沒法弄。他就說，反正千萬不要被加州抓住，加州一抓住，他媽的就 DMV 口測你英語，那就扯淡了。對他來說的話，根本上就是說，通過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對，外州還好點，外州還可以上傳個東西。在加州，他們直接讓你 DMV 去測試去口測。10號這個辦案還行，他媽沒看到查。你現在等於說快回來了是吧？我現在往回走嘛，還有兩個多小時到公司嘛。這樣，哎呀，這麼能這笨蛋，我覺得能不進就別進。他媽的，淘寶那也不行啊。車多就跟着他媽走算了，要這麼的話，萬一他媽一進去，我跟你就扯淡了。是不是？加州現在查英語查的是太嚴了，所以你。阿姐回來了嗎？回來了，剛跟我說了，說給我來老闆說讓他接着再跑，這老闆真他媽給他批的，要掙錢啥都不管了，讓他繼續接着跑。加州他媽的讓別的州更討厭。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啱先頭呢，就我講下嘢嘅時候呢，隔離屋嗰啲呢，就係開嗰啲咁嘅貨櫃車嘅，咁佢講而家呢，就加州呢，就係查嗰啲英文查得好緊，咁以往嚟講呢，就係呢啲商業駕照呢，對英文呢，就係放得好鬆嘅。反正呢，嗰時候呢，好缺呢啲咁嘅司機，咁樣所以呢，嗰時候呢，中美貿易比較緊湊緊密，咁你好多嘢呢，喺
呢個洛杉磯有幾個碼頭噶嘛，一啲碼頭，咁好多啲中國產品就要係即係呢啲咁嘅貨櫃呢，要去成個運出去成個美國嘅地方。當然啦，呢個加州呢邊呢，一個三藩市，一個洛杉磯，都係貨櫃中轉嘅去咩？咁紐約嗰邊呢，佢哋嘅貨物呢，就係喺歐洲嗰邊係大西洋，我哋呢邊係太平洋。咁啊，嗰啲咁嘅中國貨品啊，咩越南啊，咩泰國啊，嗰啲咁嘅貨都係經過加州呢邊嘅。加州就相當於廣東省啦，咁樣。咁洛杉磯嗰啲碼頭相當於我哋廣州嘅嗰個叫做咩地方呢？係黃埔碼頭啦。係一樣嘅性質都係咁嘅，好似香港嗰啲咁啊，李嘉誠嗰啲貨嗰啲咁嘅碼頭嗰啲大嘅碼頭咁樣咁所以係呢樣嘢。咁而家呢就係啲英文啦咁，但係都係最基本嘅英文啫。佢問你好多嘢，即係英文測試。而家呢就係比較嚴啲，所以好多人呢就算係有貨櫃牌咁樣，你出去揸車嘅時候，總係上得山多終遇虎㗎。有時你有啲咩嘢違規嘅時候，嗰啲阿 Sir 咁樣去檢查你嘅英文又唔得，咁就要你重新去測試英文，唔得嘅話呢，你就會取消你嗰個商務駕照啊！而家係咁樣，所以而家好多呢，就係開貨櫃嘅，都係心驚膽跳精神好緊張。有啲好多呢，就停低落嚟呢，就係送外賣。咁樣嗰啲司機更缺少，但係缺還缺嗰啲咁嘅英文呢都係要嘅。咁其實呢，英文嚟講呢，亦係嗰個基本嘅嗰啲咁嘅應答嚟講呢，都係要花啲腦筋去學嘅。所以而家先頭呢，我係聽到佢哋講呢樣嘢。之前呢，加州係唔查噶嘛，咁而家開始查，就係因為加州畢竟係放得比較寬所以而家好多嗰啲即係話冇身份嘅嗰啲呢，做嘢都係唔係咁好做。以前呢就比較鬆啲，你咩嘢都可以有份工作。而家呢，你做嘢都唔係話乜嘢嘢，你唔係合法嘅證件嘅，都係比較難啲，就係咁咯。但係呢樣嘢呢，就係我哋中國有一句話就叫咩呢？船到橋頭自然直，好多嘢都係呢樣嘢就係好多嘢順其自然，有啲嘢就係咁因為啲嘢咧又會有時都會時時變嘅，即係有啲嗰啲乜嘢嘢，人生都有起伏嘅，有順境嘅時候，亦有低潮嘅時候，就係咁。呢啲都係好正常嘅嘢，好正常。
人啊冇話樣樣嘢都係順風順水嘅，即係人每一行一步都係一個過程嚟嘅，所以啲嘢就係大風大浪嘅嘢，你經歷咗，咁啊真係好多嘢就係唔係一件咩事情，就係咁。一樣係飯就照食，該食，該去玩嘅，同樣都一樣係嘅啫。所以就係咁，天無絕人之路，總係有柳見花明嘅一日，係一天嘅。所以以前人哋高爾基，唔係有句話就係麵包係要有嘅。牛奶仲係會有嘅，你相信呢一樣嘢，你信則有，唔信則冇，就係咁。所以最緊要咧就係會喺當下嗰度咧，能夠平和咁、平常心咁樣去就會好嘅，即係咁。先頭我講到咧。就係嗰時候我四姨公啦，咁佢喺韶關嗰邊，佢陽江啊嘛，四姨公四姨婆每年呢清明時節或者春節都會返陽江，咁嗰時候呢，喺呢個咁嘅嗰個韶關坐火車就先嚟到廣州。咁喺廣州呢，逗留呢，就肯定係嚟我哋屋企嗰度，一家5口。咁我哋係2房1廳，住喺4樓啊，咁樣打地鋪啦，然後跟住喺嗰度逗留1、2日喺廣州，然後跟住再坐翻嗰啲長途，嗰時候唔係叫巴士啊，嗰時係長途車。翻返陽江過年，咁過完年之後再嚟廣州，再喺我哋嗰度停留一下，停留個晚上又好，因為嚟到廣州再買火車票，我火車票再翻嗰個韶關，嗰時候我哋做細蚊仔嘅時候咧就會我哋作為喺廣州嘅廣州住，咁好多親戚咧，有一個中轉站。咁而家年代唔同咗啦，而家唔需要啦，而家好多係嗰啲火車、高鐵，各式各樣嘅嘢係好快嘅，根本就唔使話停留邊度。而且有咁多嗰啲咁嘅酒店滴滴打車而且而家嘅年代幫以前呢，就係有一個天翻地覆嘅一個變化。去到邊度咁樣都係會可以，呢啲咁嘅賓館又好方便，唔需要話去人哋屋企度住就咁，所以有啲親密關係呢，係冇以前咁樣話碰面噶啦。以前就無可奈何嘅啫，嗰度所以嗰時候我四姨公四姨婆佢哋幾個阿蘭幾個乜嘢咁，嗰時候仲係好細個，仲未出嚟工作，細蚊仔。懵懵懂懂咁樣喺廣州，咁跟住返陽江。80年嗰時候，80幾年啦咁我亦返陽江，亦幫埋我嘅四姨公、四姨婆，仲有阿葉、阿蘭佢哋一家人踩單車喺陽江，就諗住去閘坡。咁後嚟
我幫阿葉兩個人踩單車，就去到海陵島嗰邊咧行錯方向。嗰時候咧就冇呢啲咁嘅手機導航，純粹就係咁樣兩個人踩單車嘅過程中傾下傾下就，嗰度有條有個三岔路口噶嘛，你行咗嗰邊就行錯咗，結果後嚟呢，就冇去到湛江，冇去到閘坡，而喺海陵島嗰度逗留。嗰個逗留嗰度跟住影相咁樣，所以話好多嘢都幾好玩。嗰時候我記得呢，就喺個海陵島嗰度，個海邊有嚿石頭，咁我幫阿紅喺度影咗好多相，幫埋我四姨公四姨婆影相。嗰時候我四姨公嘅時候都係40歲嘅啫，咁我四姨公而家都89歲啦。哇！一轉眼之間啊，咁多年過去，以前好真係踩單車，年輕即係話嗰時候我哋做細蚊仔，仲有阿葉阿蘭咁即係不問我哋同年齡段嘅咁後嚟走上工作單位啦，意氣風發啦，咁樣後嚟又返陽江，一直都係為社會做貢獻，好多年，咁樣嗰時候我又好少返陽江，後嚟又變咗，即係話人都有自己嘅嗰啲咁嘅生活、工作，仲有發展，亦有建立咗好多家庭，咁好多嘢就係呢個就係一個成長啦。每個人年紀大，即係隨住乜嘢走上社會，咁自不然呢，就肯定係所以18歲後20歲到乜嘢都會獨立，呢樣嘢就係咁樣，所以一轉眼就係咁樣，呢啲好正常，呢樣嘢就係咁，所以有時好似今日咁樣反正我整杯茶水喺度講下呢樣嘢呢，係一個即係放飛嗰個思維，放飛嗰個想像嗰啲嘢。其實有時自己嘅頭腦喺度，即係話諗起以往好多嘢，都覺得好開心。嘢等於當係拉下家常，呢啲嘢又唔係咩好十分之大眾化嘅嗰啲咁嘅咩嘢分享嘅嗰啲咁嘅嘢，都係好零星嘅一種片段，就係咁所以就係咁。因為以前嗰啲中堅力量以往嗰啲我舅父嗰啲未有退休之前嗰啲，全部都係嗰啲中堅力量，社會嗰啲正係上班落班喺嗰度嗰個時代。咁而家叫做不斷
隨住社會發展有接班嘅，好多嘢係走上咗呢個咁嘅社會咁樣啦，就係咁，都係咁咯。所以呢啲嘢而家回過頭去諗，呢啲嘢係好多好多快樂嘅嘢咁。單係廣州市，加有越秀公園、羅湖公園、華雲山呢啲咁嘅地方咧，都有好多留下嘅足跡。去捉魚仔即係語言講嘅嘢，你始終都唔夠你頭腦諗嘅嘢嗰個生動嘅畫面。因為你頭腦有時一諗，真係好快樂。語言就根據大腦嘅嗰個景嗰個經歷嘅嗰啲咁嘅嘢啦。咁你好似放電影又得，反正你感覺到開心。當然腦海嘅思維呢，佢係咪真係好似視頻咁樣一幅幅呢？因為畢竟呢啲頭腦嚟講呢，都係好似電腦咁啫嘛，佢都係有嗰啲咁嘅嗰啲記憶嗰啲咁嘅網絡喺度。所以有時即係你會諗起嗰時候啲開心嘅嘢嘅時候，你自不然個記憶佢就會去有連結嘅，連結。你要諗到邊度嘅時候，佢又有連結；諗到呢度有連結。因為人每一日，我哋睇到嘅嘢、經歷嘅嘢，佢有時有啲長期記憶，有時真係冇咩記憶。但係咁樣。但係你都係有零零星星嗰啲嘢咁樣真係咁。咩人鍾意去記憶呢樣嘢呢？一個就係寫小説嗰啲人，即係啲小説家。寫小説嘅就需要有呢種記憶跟住編故仔呢啲。仲有啲音樂嗰啲咁樣音樂創造者。我要整嗰啲咁嘅音符咁好多時候佢都需要係把佢自己生活上嘅以往嘅嗰啲嘢去整合，你先能夠創作到嗰啲咁嘅美妙嘅聲音。呢啲就係來自生活嘅嗰啲咁嘅嗰啲經歷，你先會去整合呢啲乜。咁另外好似做視頻呢樣嘢呢，咁亦係可以咁樣通過喺度邊講邊回憶下以往嘅嘢呢，咁樣就咁呢啲都係等於係一種即係拍視頻，而係一種不但止你拍嗰啲咁嘅風景，或者記錄你日常，你亦可以天馬行空咁樣去想像自由。呢啲就係個人嘅一種呢個生活記錄嚟嘅，唔係話一定係面向大眾化。咩叫大眾化？即係話追求熱點嗰啲叫大眾化。追新聞追時事追呢個焦點即係話發生咗啲咩事情係大家共同關心嘅嘢呢，嗰啲叫追熱點。咁我哋呢啲呢，有咁嘅愛好呢，就唔係追熱點，唔係分享嗰啲咩嘢呢個
眼前嘅嗰啲嘢，我哋可以天馬行空咁樣拉下家常可以咁樣。最緊要嘅係一種放鬆，一種放鬆。無論係跳舞又好，將佢拍低落嚟，或者係啲今日年初九坐喺呢個位置度整杯茶咁樣，都係可以講。有時係醉翁之意咧，而唔係話真係你所講嘅係乜嘢嘢，唔係話你講嘅嘢係幾清楚，而係即係一種存在感，而係一種維繫等於隔住太平洋遙遠，平時未一定係能夠見到嘅，咁樣呢種方式而係一種比較好嘅一個形式，就係咁。所以話做視頻、記錄視頻，你唔係要記錄嗰啲讓人難忘嘅，即係讓人難忘嘅事情。關鍵嘅就係嗰種感覺。拍視頻係講感覺嘅，唔係話真係語言上嘅嘢，佢都係一種感覺嚟嘅啫。拍視頻係一種感覺，一種催眠曲咁嘅嘢，催眠達到一種，或者你所講嘅嘢，或者可能只有自己先明白嘅嘢，都係一種好有意思嘅嘢，就係咁。所以你話咧，咁樣好似人，我哋工作、上班、生活，好多嘢咧都係參與到社會之間嘅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咁好多時候咧，可能咧就係會戴住面具去做人。咁而家你好似做呢啲咁嘅視頻冇咩利益方面嘅嗰啲衝突，你就可以你做返你自己，即係你已經唔需要有一種迎合別人想聽你講啲乜，你只係想知道我講啲嘢，我個腦袋上係點舒服，就係咁樣。呢樣嘢就係一言兩句係唔出嚟嘅，所以好啲嘢。但係呢種記錄亦係非常之好。今日星期幾啊？今日都已經係25號嘛，星期3啦。咁呢個時間已經係嘅12點半鐘。嗱，琴日我就喺嗰個超市嗰度買咗呢啲包，1蚊雞3隻。個超市係細隻，唔係個超市咧就唔夠另一個超市咩嘢，即係唔夠第二個超市平啲麵包仔。當然今朝早我又係喺個冰箱度咧，就係解凍咗嗰啲咁嘅雞髀。啲蝦啲嘢都有咁樣。呢個時間可以食麵包，麵包好有營養啊！
啲鬼佬中意食麵包，因為啲小麥嚟嘅嘛。我喺度啊，呢個時間啊，整杯茶飲下，整個嗰啲咁嘅麵包食下，就咁。最緊係保持一種輕鬆協議仔，就得。一切出發點都係最緊要係自己過日子，自己過日子過得輕鬆嘅，呢個先係真真正正係屬於自己嘅過日子嘅一種感覺。只有自己係咩嘢，無論係咩年齡段都好，咩嘢都好，安得下心能夠乜嘢？因為我哋現代嘅社會太多太一個競爭啦你點解社會上咁多焦慮當然呢度唔講嗰啲嘢啦，即係話競爭信息變化好大，每日一個信息，即係社會個高速發展，有時你個腦袋都跟唔上發展，所以你有時會感覺到有啲反差，有時自己轉眼間係咁多嘢變化嘅，就係有時就係跟唔上所以就會產生一種唔同步。我而家啲 AI 咁樣，咁對好多嗰啲咁嘅以後嘅嗰啲工作都會影響嘅。自動駕駛未來肯定係有自動駕駛嘅，所以話好多崗位可能都被 AI 取代，甚至而家好多拍視頻嗰啲都係 AI，真假難辨，好逼真。一靚女帥哥喺度講，有時又唔認真佢，你根本都聽唔出佢係真人或假人。我哋可以塑造到自己嘅形象出嚟，唔需要係咁樣拍視頻，可以 AI 幫你去做出嚟嘅嘢出嚟，甚至你個聲音、你講嘢，佢都可以幫你去做。所以以後嘅視頻可能講唔定，如果要利用 AI 嘅話，根本就唔需要好似我咁樣做，但係咁樣。從另一個方面嚟講，我亦覺得你好似冇咗咩興趣，即係冇咩，即係話你會體會唔到嗰種快樂感。因為我而家咁樣拍視頻係自己親力親為嘅話，呢啲係一種享受嘅過程，而唔係話得到咩結果。你 AI 就想得到一個結果。我要完美我要喺度形象好完美嘅嘢，就係呢個係一個結果當你乜嘢都係好似快餐咁樣得到結果嘅，咁就係你嘅樂趣就少咗好多咯。好多人認為就話，得到結果最好，一個美好嘅結果。其實往往唔係啲過程唔完美我哋每個人都唔完美好似咁樣唔係話你心裏期待住話你高談闊論就一定係要好多人認同，或者好多人中意你呢種咁樣講得有道理喎頭頭是道喎。當你樣樣嘢經過 AI 咁樣整到頭頭是道，咁你會覺得點啊？你會覺得好虛假啦，
即係你嗰個唔知係真係假，即係你完美到真假難辨嘅時候，你會厭倦。我都係鍾意返璞歸真，但睇返啲真實嘅嘢。如果有啲快餐，你雖然話你唔動手，即係你唔去動手去做呢啲，即係煮飯嗰啲啊，將來可能嗰啲快餐喺個手機度求其點一點，啲快餐就送到門，咁啊快啊！就如果日日咁樣，咁你自己想整翻啲嘢喺廚房度整翻個炒兩個菜，所以話你付出咗啲體力，但係都係一個享受，一個過程啦，係一種享受。當然人人都食快餐嘅時候，咁連去廚房嘅娛樂都冇咗，你話係咪？你覺得唔完美啊？係咁。呢啲包好似好食好多，呢啲包好食，好近，整個電單車5分鐘10分鐘，真係搞掂啦！哇，真係舒服，傾咗幾分鐘啦，而家。以前我拍視頻咧，有時出去拍下出邊嘅嗰啲風景啊，或者乜嘢嘢咁樣。但係而家呢個年代，網上太多，反而咧喺度咪拉下家常，傾下嘢，有個自得其樂。仲呢啲仲真實咁啲人啊，每一日起床啊咁樣，呢啲嘢你除咗睇下手機新聞啊，咁你都係要有啲興趣啊嘛。有時睇下手機，有時你聽下歌，有時你散下步，有時你煮下飯，呢樣嘢都係咁樣。生活咧本身呢都係真實嘅。只有真實嘅嘢咧，先係可以持久嘅。因為我覺得係真實嘅嘢係可以持久。即有時啲，雖然話有時即係舉個例子啊，你就係拍視頻，你拍得任何完美嘅嘢，好多嘢都係即係話博取大眾化嘅眼球。而家係互聯網時代啦，好多嘢咧就係好多博眼球即係咁。
啊，都仲係先有講嗰句話叫追蹤熱點。啊！而家我喺度咁啊，今日花咗成個鐘頭，其實都幾好啊！真自己覺得舒服啊！你唔好話有咩話要想得好清楚、好明確嘅嘢去講下類似生活哲理上嘅嘢嚇。即係生活上嗰啲嘢其實就係平淡人與人之間見面好多嘢嚟講你唔係話嗰種工作關係或者係利益上嘅嗰種關係喺度嘅都係平淡嘅嘢咁樣，咁大家咁樣咁樣見下面打下招呼，講翻兩句呢啲係最。呢啲係真實，就係咁。睇下時間，12:08嘅字。呢啲咁嘅嘢咧，啲包點係慢慢食。而家仲有下午茶嘅嘛？下午茶可以又喺而家仲係做咁1點幾鐘，國內而家係凌晨5點幾6點鐘。好啦，又傾咁多先，1個鐘頭。